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我哋今日又嚟玩呢盒舊模型，就係呢盒舊 HG RX78 Gundam。呢盒高達係我網上面揾返嚟嘅，個外盒已經好殘舊，仲係紅色嘅 Bandai 標誌，係1990年 Bandai 嘅產品。盒嘅側身有塗裝好嘅模型相，文字嗰度仲講咗話呢隻高達係由大河原邦男重新繪畫嘅，係有別於動畫版嘅高達。當年嘅高達動畫由於技術嘅限制，所以線條都會比較簡單。盒嘅另一側仲寫咗話呢盒高達有別於以往嘅唔需要用膠水，呢盒模型仲可以將核戰機放入高達嘅體內。盒內嘅說明書仲會詳細講述圖5呢個版本嘅高達係如何製作。開箱，盒內依然係有呢個三角形嘅盒蓋，一本說明書，一包多色成型板件，另一包就係白色同埋灰色嘅板件，仲有一包內骨架同埋貼紙。說明書依然非常之豐富，上面嘅圖係講高達喺3分鐘裏邊就可以擊落咗9部 V Dom， 下邊一大堆嘅文字都有講返機動戰士誕生嘅背景同埋 V 作戰 RX78 嘅誕生等等。下一版嘅呢張圖係 RX78 檢修艙門完全打開嘅樣，下邊仲有 FFX7 核戰機。下邊啲文字主要都係講返機動戰士0079嘅一啲內容，而後邊呢張圖係講返高達對外尾號，仲有高達要上木馬號嘅圖。呢份說明書嘅內容依然係非常之豐富。下一版就係有大河原邦男老師為呢盒 RX78 重新繪畫嘅圖，而我呢盒模型都會跟返大河原邦男老師嘅呢張圖嚟上色。而最後一版係模型師新井智之製作呢盒模型嘅感想。
部分位置仲要燒一燒裝先可以插得入。組裝後啲邊非常粗糙。頭部可以360度轉，上下唔可以喐，上臂可以平舉90度，前臂可以彎90度，手可以360度轉，手臂可以360度轉，前裙甲可以少少轉動。腰唔可以喐，腳嘅前後只可以喐到咁多。夾硬嚟嘅話，都可以擺到細膊嘅造型嘅。最後講一講呢盒 RX78 我做咗啲乜嘢後製。首先喺砌之前，我將所有灰色嘅板件噴咗星空灰。補色方面，我都係用筆塗，按照返說明書上面嘅呢張圖嚟做上色。間隔方面，我係用佢嘅貼紙嚟做遮蓋。
然後黑線，再用返麥卡筆嚟補色。腳嘅呢啲位置補返紅色，同埋呢個位置補返黑色。呢個三角形都係用貼紙做遮蓋，然後黑線，再用麥卡補色。呢個黃色箭嘴佢係冇俾到件我哋嘅，只有一張貼紙，所以我係用佢嗰啲黃色嘅廢零件剪返去嗰個號碼嗰個位置，剪成箭嘴嘅形狀，然後再黐返上去。兩把光劍要補返白色，白色最好係用返 EX 嘅，佢嘅遮蓋性會比較好。核戰機嘅呢個位補返紅色，入氣位補返星空灰，機頭原本全件都係藍色，白色同星空灰都係自己塗嘅，最後再上埋燒光。核戰機嘅變身應該會刮漆，所以而家拍片我先做第一次嘅變身同埋合體，希望唔好刮到漆啦。攞返出嚟俾大家睇下有冇刮漆啦。噔噔噔噔，好彩冇甩到漆。最後全隻高達我都會噴返燒光。最後總結下呢隻模型，佢還原返最早期嘅 RX-78嘅樣，可惜啲罅會好大條，同埋關節位都好易鬆。仲有乜嘢想知嘅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玩具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見。